同學們，你哋係社會嘅未來希望，我相信大家定能銘記並踐行愛國愛澳嘅核心價值。希望大家珍惜學校同埋老師們嘅呢一份悉心嘅指導，延續我哋青州人艱苦奮鬥、追求卓越嘅好傳統。未來青雲社嘅每一個人都會帶住呢3年嚟磨練出嚟嘅勇氣同團結，繼續邁步向前，追求屬於自己嘅理想。美哉，我少年中國，與天不老；壯哉，我中國少年，與國無疆；壯哉，我中國少年，與國